你即摆的人生有歹势的，也是拄着真困难，有歹势的咧做乱的事，真不如意，嘛毋知影咱的上帝伫底无，毋知你的上帝有美起来无？但是就像第3节所讲的，虽然歹待，暂时将刑，公义稳当的得胜，所以咱就要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前。咱即摆用较慢的速度来唱第3节，佮唱一届哦。来练信息，新信息201首，咱先来唱第1节到第4节。邪恶，赢过死亡无？当你行过死人的山谷的时，你有相信上帝要甲你同在无？咱就向主来祈祷，求主来保守你。像大笔的诗安尼写：虽然行过死人山谷，嘛免惊死亡。咱搁第2节搁来唱一届。稳
主感谢你做阮的牧者，互阮一世人拢会当倚靠你，毋惊灾害。求主你坚固阮的信心，永远会当伫你的保守之下来行过阮即个人生。虽然拄着无好的欠站，但是互阮有气力，互阮有信心，会当知影主你的确要向阮伫地。我嘛将以下礼拜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来带领。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当甲大家参加来聚会，请大家备万心来今仔日的礼拜。全队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请起立来吟圣诗18首，我心阿乐上帝。
坐。这是咱三角来祈祷。全能的主宰，慈悲疼痛的上帝，疼阮的天父，阮的保护者。主啊，阮感谢你，看阮、带阮，互阮今仔日会当做伙来到教会聚会，做伙敬拜、学乐你，领受你的教示、甲引带，也伫你的疼痛中得到安慰、甲鼓励。主啊，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半项。感谢你看顾公园教会，伫这段时间，你引带阮行过青翠的草坡，也陪伴阮行过死荫的山谷。阮悲伤哀哭流的目屎，甲阮欢喜感动流的目屎，主啊，你拢纪念。求主你开阮的心，互阮真实感受。真心感受到你所赏赐予阮的平安甲喜乐，阁有你停予阮添甲满出来的稳定。主啊，你所创造甲掌管的一切，实在是奇妙奥秘。求你继续引带保守，予阮时时刻刻拢会记得你伫阮的身边，无论环境安怎改变。主啊，阮相信，阮是属你的，是你牧养的羊，是你宝贝的子民。感谢主，你永远不变的稳定甲慈爱，甲阮永远同在。主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三角来交塔上帝话启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的103篇。我来去兄弟来引，我的心心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心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东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呢，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探上帝的话，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伫伊掌权，伫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我的心心啊，着称赞上主。这是咱来读上帝话伫圣经
诗篇23篇第1节到第6节。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新的气力，为着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嘛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棍、你的拐，予我安稳自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款待我做贵宾，添我的杯到满出来。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我要永远住伫上主你的厝。以上上帝话，这时赞美请圣歌队所要吟的诗是慈爱的爸所疼的王。
请谢文雄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人心的三部曲。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诸事平安福，人赢喜乐温。我今日讲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台南新南院的概况，第二部分讲道，第三部分我要小可讲一个巴克利牧师伫台湾60年，伊到底做虾米代志哦？差不多5分钟啦，请咱会友较小可忍耐一下吼，时间会小可延前淡薄哦，拍摄。今仔日是台南新南院奉献主日，请咱兄弟为介绍的神学教育事工三甲关心代祷甲奉献。咱即摆来播放影片。亲爱的兄弟，真欢喜伫遮甲大家分享男神的生活。今年咱有差不多9成左右的新生来注册，愿上帝保守因的学习，伫即个世代当中成做好的模样。另外，学校伫教育部立案了后，头一摆接受校务评鉴的过程，通过差不多2年的准备，现在已经顺利来通过。像是经历3年整修的礼拜堂甲教室已经开始使用，互环境愈来愈舒适。暑假期间，经历着风台，互南部受重伤，学校真侪树仔拢慢慢起来。教职员甲学生做伙出力，互学校真紧地恢复事事，也真安全。咱伫风雨当中得到上帝的保守，也祈求上帝保守人民灾区的百姓。新的一冬，咱该继续打拼，互男神较好。就请大家伫祈祷当中纪念阮。男神是一个听的团体，伫教会音乐系内面，阮拢做伙生活，做伙研究。特别是阮一天有早祷，搁拜三的大礼拜，透过即个团体的服侍、司琴、合唱指挥、圣诗学等等的教导中，互因亲像伫教会内面有真好的学习。伫即个教会音乐系内面，阮老师无论专任还是兼任，大家伫合作的作用顶头，拢有真好的团队服侍。所有的老师，无论伫课业还是生活，包括嘛做伙出去听音乐会，互相来学习。我相信听上帝的人，伊嘛真爱听教会音乐。有兴趣的人，阮欢迎恁来加入阮即个团体。无论伫敬拜赞美的议题顶头，还是等等教会音乐的问题，阮甲恁做伙来学习。男神的社会工作，阮的特色是注重伫神学的实践，特别除了伫遮会当学习到社工的专业以外，嘛会当学习到要安怎将遮的专业应用伫教会的事工，甚至是甲社区的合作这方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男神的社工，佫会当学习到神学有关的知识。所以你会当伫遮受到社工的专业，嘛会当用你家己的意愿去修更较侪有关神学的专业。伫阮学生的中间，阮有退休的学生，比如讲60几岁来遮读，嘛有拄啊对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学生甲学生的关系，以及学生甲老师的关系，拢是非常的和谐。邀请大家对于宗教社会工作有兴趣的，来甲阮做伙学习，来成做男神的一份子。
咱新南医是一间在地个普世、充满人情味的学校。阮有真多元个专业的信仰的课程，毋但干那传承对西方宣教师的精神，更将会牧师处境化多将肉体做神学的方法，会当满足各种无论是伫学术还是信仰追求顶面的这个需要，嘛为着咱地方的教会培育未来牧养上帝羊群的这个牧者。伫台南新南医内底，阮是一群彼此关心的朋友。嘛是互相学习的这个同伴，也是伫上帝厅内底的主内兄弟姊妹，欢迎来甲阮做伙学习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多谢大家对台南新南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过去这个日子。无论伫经济、人事、营运，以及招生的部分，有拄到足侪挑战，总是感谢上帝带领，有缘拢会安然经过。伫新南医既然奉献主日的时，我有缘代表全体教职员生甲咱请安，嘛，搁一摆呼吁，这是上帝名设立的学校，希望咱继续关心、继续带导、继续奉献，用所差的标。来跑走，甲台南新南医做伙来行这条神学教育的路，也伫这个所在呼吁推荐优秀愿意献身这个兄弟来读新南医，来传承这个信仰，宣扬这个福音。多谢大家。请咱兄弟下昼同心来祈祷。恳求圣神即时降临，用主的福音来照阮的心；恳求圣神即时降临，用主的保惠来洗阮的心；恳求圣神即时降临。用主的平安来充满阮的心，恳求圣神即时降临，用主的完全来坚固阮的心。请来圣神，请来圣神，精神万密，搁甲阮生活，互阮栽做顶头生。求你互阮看见属灵的亮光，互阮对志意追求永远活的活命，甲人生的方向。主啊，你嘛是活命的小事的，你互阮的活命得到支持、保守甲更新。你嘛是真理的神，你互阮得到自由甲透放。你甲我是合一的神，你互你的囝儿搁一遍得到复活。求你帮助阮，互阮以爱智慧，无论伫圣殿内、伫家庭中、信徒人人努力实践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互阮有喜乐、有平安、有诚实、有感恩的心。主啊，伫阮人生的中间，有顺境，嘛有逆境、试炼、黑暗、物质、无盼望的时，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赏赐阮有真光、拯救甲盼望。当阮愿意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仰望你十字架的救赎的时，主的平安甲医治，要借着圣神的大规律，临在伫阮每一位兄弟的身上。愿你不断提醒阮，无论阮伫什么时代，拢需要圣神不断的临在甲充满。教会才会不断更新、成长、扩展，来完成主所交托的大使命。主啊！今仔日伫全世界，犹原也有新冠病毒在捉弄阮，求主你帮助阮，能互新冠病毒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主啊，今仔日是至圣的主日，阮大声，全世界既然有2、3个人奉主名聚会，愿主啊，偏偏施恩赐福。
伫因的顶面。今仔日是至圣的主日，阮大心要尊主最大，分别最圣。愿因光归伫三位一体的上帝平安喜乐，归伫做正当的囝儿身上。阮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列位兄弟，咱拄则思维者有读咱今日所谓圣经23篇1到6节，咱即马咱家己来读，好无？咱拢开声，家己来读来，预备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清醒，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的腿、你的拐安慰我。伫我的对敌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要缀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我今日要讲的题目是人生三部曲。人生三部曲。诗篇23篇是每一位基督徒上界爱暗念的一首诗，因为这首诗会当伫任何的境遇中间，无论是顺境、欢喜快乐也好，也是逆境、悲伤痛痛也好。大声来吟，大声来读，就拢会深深感动人的心，会当成做你我咱信仰生活中及时的帮赞甲鼓励。诗篇23篇虽然是短短6节，却是强佮有力来表达出诗人对耶和华上帝的绝对的信赖、绝对的信靠。诗的本身描写真单纯，总是伊的思想真深沉，伊充分表达出诗人深沉的宗教信仰，甲丰富的人生的经验。所以出名19世纪的报道家司布真牧师称呼这首诗是诗篇的珍珠。诗篇的珍珠，咱拢知影，以色列人对古早以来，就将上帝甲因的关系，用牧者甲羊群来做比喻，用称呼上帝做牧者，因家己就自称伊草场的羊。参考以赛亚书40章10节。还有一位以色列的诗人对耶和华上帝祈求的时就讲：早你用摩西亚伦的手，带你的百姓亲像羊群。诗篇77篇20节，这就是讲对因脱离埃及，伫旷野流浪，这位耶和华上帝就成做因的牧者来引带伊。还有一位诗人表达伫牧者的引带下面，以色列百姓的幸福的时，伊感谢讲：咱是伊的百姓，嘛是伊草场的羊。诗篇100篇第3节。以上所列出的经文，将上帝描写做牧者的讲法，就是表示上帝成做以色列百姓的守护者甲引带者。咱嘛发觉这首诗的诗人将引带因的上帝，甲伊称呼做个人的我的牧者。所以这首诗通讲是一个诗人的信仰告别。嘛是一首信心的诗。这首诗有侪基督徒拢真喜意，因为伊所描写
人生的境遇，伫咱人生的历程中间，咱拢亲像诗人一般样，有同款类似的体验甲经历。今早起，咱就要对诗篇23篇3节来学习人生3部曲。第一点，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生，的确无欠过。第一点，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生，的确要无欠过。诗篇23篇第1节。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承认，这首诗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王晚年的时所来写。咱会使甲伊解说前半段对第1节到第4节是大卫王根据伊较早少年的时做牧童的经验所来写。参考撒母耳下上卷16章11节、17章34节。这首诗的后半段对第5节到第6节是大卫王根据回顾伊早前安怎互伊的囝儿，伊的囝儿要甲抬，要甲抢伊的王位，所以就逃走到伫马哈念这个所在来接受巴西来的好管带，用这个来做根据来写的。咱话讲到这，就爱搁对头来讲起。有一天，大卫在困中昼，困啊困，困到真神的时，日头就要落山。大卫就去城顶去散步，东看西看者，远远的厝尾顶有一个水姑娘啊，在厝尾顶。在洗身躯，咱会感觉真奇怪袂？咱会洗身躯无踮咧厝的经踮咧厝尾顶咧洗，会袂？会感觉真奇怪袂？啊，会啊袂？拢无反应，会袂？以色列这个所在伫巴勒斯坦这个所在，嘅气候属于地中海型气候，雨水真少，所以爱渗雨水起来。渗雨水要创啥？用滚水、泡茶、冲咖啡、煮饭、煮菜、洗身躯、拼饭厝内里里扣扣的物件。伊哪会遐尼大方，敢踮咧迄个厝尾顶洗身躯？因为这个水姑娘啊，或者别西巴，伊的丈夫或者乌利亚是将军府，比一般老百姓的厝较大间，搁较悬，对无？所以别西巴伊就靠洗，我踮遮洗身躯，绝对无人看会到，敢有影无人看会到？什么人看会到？啊？什么人看会到？国王嘛，国王伊伫城顶居高临下，对无？居高临下，城比因厝搁较悬啊，对无？居高临下看到较显啊，所以大卫伊就派人将乌利亚甲调来王宫。大卫真歹款吼，因你看伊后宫遐个水姑娘啊，遐尼多，伊偏偏要共占人的某，人敢若一个，你有几若百个遐个宫女，你安尼挑工遐尼歹款安尼，要共抢人的某，伊犯着10条戒，第几条？第几条？第7条对无？唔通行奸淫哦。大卫王伊就无就规气，一不做二不休，就规气要将因翁甲杀死，安尼伊毋才会通完全霸占别西巴，对无？伊就将伊讲，我就毋免直接甲杀，我就甲伊
甲伊派去上界前线的所在烧台。古早恁若伫上界前线的所在烧台，10个顶9个半拢会战死，对无？啊，伊就因翁就战死啊。安尼伊伫上帝面前，你直接杀人还是间接杀人，拢是杀人。安尼犯着第几条？10条戒，第6戒，对无？第6条，毋通杀死人，伊杀死人。虽然毋是伊直接杀，毋过伊嘛是间接杀，伊借刀杀人，对无？借刀杀人，对无？啊，所以上帝真生气，上帝真无欢喜。虽然上帝真疼大卫，嘛毋过大卫伊若做毋对，伊若犯罪，嘛是都爱照常爱跌。人民的背后是啥？公义，对无？人民甲公义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上帝都互大卫的厝内乱糟糟，足乱的。伊共爸告母的囝儿暗论，甲共爸告母的小妹他玛乱伦，啊去互他玛的亲阿哥押沙龙杀死。啊，押沙龙要去抢因老爸的王位，要杀因老爸。啊，个大卫的王宫内面的遐个宫女，要公开把个查甫伫大卫王的目睭前，要公开做爱，要乱伦。这上帝得甲大卫跌，甲伊惩，甲伊处罚。上帝派伊的先知加迪来到王宫内，伊讲大卫王，你即马上帝有3项代志要甲你处罚，有3项代志，互你3项经1项。国内有3天的瘟疫，3天的瘟疫。第2，你是要互你的对敌，甲你追杀追赶3个月。第3，你的国内要有3年的期远，这互你选，啊，这个话讲到这，就是这个，就是对遐安尼演变来。当时大卫最死的时，已经是以色列的君王，伊对家己的经验称呼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家己自称是羊。伊阁讲。我的确无欠亏，这就是讲，世人家己徛伫上帝面前，伫牧者耶和华的保守看顾下面，伊所会通个别的信用，就是一句话：我的确无欠亏，就是充满着上帝恩典、慈悲满满的人的种感谢的信用个别。换一句话来讲，世人是个别讲，伫我的人生中间，若是有上帝做我的牧者，我什么拢无欠亏，我已经充满着满足、感谢、甲喜乐。伫遮，咱挡袂牢要问：伫咱的人生中间，有上帝做咱的牧者，敢是遐尼重要吗？敢是遐尼重要吗？到底牧者的本分是甚么？咱的主耶稣伊讲：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羊来放杀性命。伊阁讲：我来是要予羊得到活命，上是得到更较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11节。各位兄弟，咱的人生是一片的旷野，有丧乡，有困苦。有破病，有死亡，有时是苦旱欠水，有时是风雨连连，造成大水灾。若是无牧者，甲咱引带保护，咱是无法度通好生存，咱是无法度通好生活。咱看台湾这
120年来的风灾，有丹纳斯风灾、莫纳克风灾、巴巴水灾、梅基台风、泰利台风，世界各所在嘛拢因大水。澳洲、美国、泰国、法国、中国、孟加拉、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这拢是看电视来哦，这拢毋是我黑白讲哦，你拢看电视的报告哦。所以讲，无目者的引带甲保护，咱是无法度通好生活、通好生存。搁伫咱的现实的生活顶面，咱常常有所欠缺。生理人常常走银行下晡的3点半，因为欠钱来着急。伫社会上，咱欠缺心腹知己的朋友；伫家庭生活上，咱欠缺爸囝真情的交谈；伫咱的心灵上，咱欠缺同心的兄弟、扶持、鼓励甲关怀；伫咱的人生中间，就那亲像德国18世纪、19世纪的大诗人歌德伊讲：人生不如意事常常包围伫我的身躯边。各位兄弟，说说恁若伫即款的光景的中间，请咱来学习大别王的信仰告别，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确无欠缺。我相信。牧者听到羊仔哀惨的叫声的时，伊一定会为你来释怀，互你至少到无欠缺。诗人大别用伊家己的亲身体验，甲咱讲，伊毋但伫生活上无欠缺，伊的牧者也每工保护伊，引带伊倒伫青翠的草坡，一滩安息的水边。青翠的草坡会当甲伊解说，为咱制造咱日常生活咱所要食的猪啊、马啊，还是水果哦，还是五谷等等遮。个安息的水边是供给咱活命以及安息的所在。诗人教示咱讲，耶和华上帝赏赐咱。日常生活，咱所要食的食物，上时嘛赏赐咱活命的水泉，安尼咱敢也有所欠缺吗？诗人伊个讲，伊互我的灵魂精英，就是互我的生活充满着活力、力量甲愿望。伊嘛引带咱伫人生这四正的道路顶面伫跑走。安尼，咱敢有所看虑吗？第二点，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生，的确要毋惊灾害。第二点，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生，的确要毋惊灾害。诗篇23篇第4节。这首诗充满着美丽的景观甲安详的环境的一幅图，显现伫咱的目睭前的诗，总是到第4节遐讲到相当无对同的字眼，亲像死亡啦、对敌啦等等。伫这首诗的第4节讲到死荫的山谷。这是指真黑暗的山谷，阁有第5节也提到，甲咱讲，伫我的对敌面前，你甲我摆设宴下。这两句话，互咱联想到伫另外一首诗，伊所讲的，伊的力在伫你，因的心意意用锡安的大路的，迄号人有福气，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成做水泉的所在，阁有秋天的雨的福气，甲因看满。因哪行快乐，哪加天，逐人到锡安朝见上帝。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这个流目屎的山谷是指对
以色列北边到南边旅行的时，如瓦郡耶路撒冷的最后圣殿最后一段的休息站。这个所在无水，只有对岩石的石头坑所逼出来盐分增高的水滴啊，所以世间人称呼伊做流目屎的山谷、流泪谷吼，流泪谷。这就是讲，咱的人生宛如顺利者的旅行共款，咱要到伫锡安山的圣殿，也是讲咱要倒转到上帝为咱所备办迄个更加美好的家乡的时，咱必须要经过最后的一站，就是流泪谷、流目屎的山谷。伫咱的人生路途的中间，咱嘛是有流泪谷、流目屎的山谷。总是这种经历，毋是要互咱的心更加白白，那是要互咱的人生的体验更加好。所以诗人吟讲：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伊相信耶和华上帝要做伊的牧者，要甲伊三甲对对。若是有牧者的耶和华上帝甲伊三甲对对，世间任何的灾害、灾难，都拢毋惊。毋然呢，牧者本身要得推甲拐来做防备的武器。随时来攻击、来偷袭的野兽。各位兄弟，巴勒斯坦以色列迄个所在，有迄个地形哦，拢坎坎坷坷，拢足无平坦，坎坎坷坷，悬悬低低，啊，阁有大坑、小坑。羊啊，若要食草，伊是看倒位有草，就去倒位食，无讲哦。涂骹有空哦，爱跳起伊无，伊若去若行去空，就跌落去啊，就跌。啊，空若较细空，牧者就用手对于羊仔的腹肚遐甲捧起来。啊，空若较深，要安怎？就用迄拐啊，迄个顶悬迄个钩有无？迄个钩啊吼，对伊个腹肚遐甲勾起来。拐啊，佫会通做自卫棒，爱向前、向后、向正边、向倒边。啊，若凶猛的动物来击两只，拐啊嘛会使做武器，来做防备，来做防卫家己，来甲野兽拼。啊，推要创啥？推走大概一个大人悬，顶悬绑真来的刀，因为遐。巴勒斯坦遐有狮、有熊、有野狼，因一边来的时，拢毋是一两只哦，一边来拢20-30只来的时，迄个时阵牧者都爱甲因拼免。你若是好的牧者，一定爱甲因拼，对无？啊，你若是歹的牧者，就讲酸，伊就较紧走啊，对无？啊，所以讲，咱的主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羊来放杀性命。古咱古圣诗第6首第3节讲：用你的腿固守保庇，用你的拐安慰扶持。咱这个时阵嘛，发觉诗人本来称呼上帝，拢用第3人称主啊主啊。第3人称是伊，啊，第2人称是啥？是你，对无？你还是恁？啊，第1人称是啥？是我，对无？哦，总是伊经过死荫的山谷了后，这位诗人就改变口气，用第2人称你称呼上帝，讲你甲我三甲之地。这通讲是诗人行过黑暗的山谷了后，上帝所予诗人的祝福。诗人深刻体会到上帝甲我三甲之地迄款亲密感，伊体会到上帝都那敢若家己的手足共款，敢若家己的呼吸共款，遐尼亲近伊，所以伊对心底发出直接的回应，讲：上帝，你甲我三甲之地。
伫咱的人生历程中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或者是特殊的光景中间，咱需要有即种你甲我三甲一地的信仰，因为咱有要我上帝三甲一地，就毋免惊灾害，伊互咱有勇气甲气力面对世间万般的困难，互一切无可能的代志要成做可能。美国一个真出名的传教者约翰·迈克尔 （John Michael）， 伊捌回想伊较早少年的时，伊少年的时住伫英国的苏格兰这个所在，每工工作爱真晚，才会当转去。伫伊要转去的路中，有一个真深的山谷，山谷。遐个山谷中间，拢是秘犯罪犯、贼仔、强盗、死刑犯，拢秘在遐。有一个拜六周末的暗时，天顶实在是足暗，暗甲无法度看见5支砖头啊！无天星，嘛无月亮。伊讲伊下性命行过山谷的中间，上界趴远、上界偏僻、上界互人惊吓的所在。忽然间，伫半空中听到这甲我叫一声，伊讲我的心脏险险跳出来。刚刚第二遍佫叫我的声时，我才发觉原来迄个声是我的老爸的声。伊行到山谷的中间，上界恐怖、上界危险的所在，在听候我。伊讲：约翰，我是你的老爸。随时因老爸就用迄个强国有力的手搭伫因囝的肩胛头，爸仔囝就安尼哪行哪开讲，到伫因的厝。伫咱人生路途中间，咱常常有类似的经验。当咱行过黑暗的山谷，互咱的心惊吓逼迫的时，上帝要熬叫你，要甲你三甲一地，你就毋免搁再惊，因为上帝应允咱讲，我要甲你三甲一地。第三点，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生，的确要有稳定甲慈悲。带咱到一世人。第三点，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生，的确要稳定甲慈悲，带咱到一世人。诗篇23篇第6节。这首诗的第一段对第1节到第4节内面，诗人称呼耶和华是牧者，总是到第二段遐，伊改变口气，讲。耶和华是给我摆设宴舍的主人，照旧约圣经的律例规定，爱好款待出外人。咱参考《申命记》10章19节，因毋能爱用贵宾的礼数来好款待出外人，常时爱保障因身躯的安全。参考《利未记》19章33、34节。创世记19章1节到8节，士师记19章20节到24节。以色列民族较早悠远严格尊重贵宾的权利，因为着要好款待出外人，无顾惜着倾家动产。就咱人所在，伫美国各城市都拢有专门在接待出外的犹太人。的汽车旅馆 motel 也是旅馆，互流浪伫外面的犹太人，互因有寄卡的所在。对伫生活较丧享的人，也帮赞因资金，互因家己会当无生自立。即款好款待出外人，保障宾客的特权，是根据圣经的宗教行为。现代犹太人真够该做。对待出外人的社会福利政策，诗人想到伊过去有一段落魄、落难走路的生涯中间，上帝怎样借着巴西来的手，
用贵宾的礼数好款待代笔，伫伊的对德面前，甲伊摆设宴谢，也用高贵的油抹伊的头壳，互伊伫苦难的中间，悠然保持这位君王的尊严，佮互伊手内所摕芳杠杠的酒，停甲毋满，佮溢出来。请问这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幸运！诗人想到伊过去迄段走路的甜蜜的生活，以及现今所享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甲慈悲，伊福气的杯拢满出来。伫第一节伊所念的是：我的确无欠亏。即句话伫即个时阵就甲伊解做恩典甲慈悲，的确要缀我到一世人。咱对即个语句的变化，就知影诗人加深伊对耶和华上帝充满着恩典甲慈悲的信仰告别。总是这位诗人到第6节也阁有一个深深的期待甲愿望，伊愿望上帝赏赐予伊的恩典甲慈悲，毋是短短，毋是暂时，乃是一世人久久长长。换这句话来讲，伊一世人的日子中间有恩典甲慈悲要跟缀伊。伊早前是互伊对敌来甲伊对杀对赶的人，但伊现在已经成做上帝所蒙恩赐福，上帝恩典慈悲满满伫伊的身上。请问这是何等大的改变？诗人另外一个愿望，就是伊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这句话会当做两方面的解说。一方面，诗人已经到伫年岁真老的日子，总是伊悠然希望，亲像较早少年的时一般样，每工拢会当到上帝的圣殿来做敬拜赞美。伊无忘记伫圣殿内面敬拜耶和华上帝迄段真甜蜜、真幸福的生涯。另外一方面，伊嘛期待伫即个世间结束架卡的日子了后，会通倒转到上帝为伊所备办迄个更较美好的家乡，甲上帝永远三甲一地。这位诗人的祈求，互咱想到做上帝的囝儿，咱有两种的福分会通享受，一种是今生今世，另外一种是来生来世。诗人借着诗篇23篇教示咱讲，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伊毋但伫世间会当享受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恩典甲慈悲，伫将来来生来世的世界，嘛悠然要享受甲主永远三甲之地的福分。亲爱兄弟，请你伫今仔日这个时阵，将耶和华上帝该称呼做我的牧者，咱是伊草场的羊。咱若信靠伊，我靠伊，伫咱人生路途的中间，的确要无欠过，嘛毋惊灾害，毋然呢，伫咱人生中间要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慈悲跟对咱，对即个现实的世界，一直到伫将来永远活的世界。同心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有恩怜悯、有恩典、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阮也认阮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确要赦免阮的罪，洗清咱一切不义。既然信靠耶和华上帝做牧者的人，伊毋但伫世间享受上帝所赏赐的恩典甲慈悲，伫将来来生来世世界，嘛要享受甲主永远三甲之地的福分。愿咱拢三甲讲，恩典甲慈悲的确要缀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阮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咱第三部分小拜托，小可占6分钟，要
巴克利牧师伫台湾60年，伊到底做什么代志？啊，稍等下，等下，哦，巴克利，搁静啊，迄个，哦，这稍等下。巴克利牧师伫台湾60年，对1875年公司2年到1935年昭和10年，伊做什么代志？吼，来创办台南神学院，创办府城教会部，翻译新旧约汉文圣经做白话字。哦，啊，第四，伊个将迄个下文音的书典，吼，伊个编下文音的书典。第五，伊继续研究电气学，伊是格拉斯哥大学电气学博士。好，换边。等下，以外两项事，伊救数万人的性命。1895年5月29下晡2点，日军陆军中将军委司团长北北川江对灵柩亲王，吼，领军对旅顺来台，为着避免淡水以前的名做河马，吼，河马，啊，甲龟人以前的名或者龟人的防守，选择对三条岭遐附近台湾的东北角二队登陆，部队就一直向前进，对三条岭、龟人、八岛、七岛、水湾卡，吼，17以前的名做水湾卡，部队伫遮占领。后来，吼郭仔显灵甲城内的士绅，吼，富豪商业团体德国生理人欧里，甲英国的生理人汤普森，甲美国通讯社的记者 Davidson 联合甲日本军讲，台北城内治安足乱的，请日军赶紧入城，维持治安。清兵日时也是清兵，暗时就变做土匪，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人民实在足艰苦。生理人若无法度安心做生理，希望日军赶紧入城，维持治安。郭仔显灵引带日本军进入台北城，城内的老妇人陈发，甲伊的囝因得个楼梯推落去，爬去城顶开城门。6月17日下晡4点，伫台北城内石门园。清朝的布政司的衙门遐举行肃正式，了后日军一直向南北向南进行的时，反抗愈来愈厉害。到我家己的时，北北川江染着迄个马拉利亚经过医治了后。药啊，拢无效，伫台南大目港新化这个所在来过身。军队师团继续往南前进，部队就占领伫二战横溪台南县甲高雄县的交界准备要进攻府城，台南府城。府城的士绅听到日军要放火杀人，要进攻。城内时真烦恼，恳求巴克利牧师来甲因斗相共吼。巴克利面像伊头仔尾暗，伊头仔歪哦。巴克利伊想讲，伊会互人掠做伊是廖白啊，对无？巴克利牧师伊会想讲，伊若安尼做，伊会互人。掠做伊是廖白啊，廖白啊，听有无？一再拒绝。后来经过台南府城遐士绅再三的拜托，再拜托，再拜托，
伊则高不23章，巴克勒牧师甲宋中间牧师巴克勒牧师，伫迄个白旗啊，骑白马，后面隔着20几个台南府城遐个士绅，3更半暝就对台南府城安尼半走半行，行到二战航溪乃木师团阵营的所在，来觐见师团长乃木希典中将。要参详要进入府城的代志，经过交涉，安尼讲甲足久的，最后乃木中将才通过同意日本军和平进城。巴克勒甲宋中间牧师圆满达成任务，两人也因为安尼得到日本明治政府所颁发予因的5等福利勋章。来，第二项代志就是1915年大正4年大巴尼事件。大巴尼事件，你拢知影无？知影无？拢毋知影。大巴尼事件就是1915年大正4年发生大巴尼事件。大巴尼事件，迄个大巴尼就是即摆的玉井，旧的地号名做大巴尼。以前讲用宗教迷信来动员民众来抗日，这是武装抗日运动的中间相当惨重的一笔。后来，第6任的总督安东正美就任，这个事就是1915年大正4年5月1日公布了后，经过3个月8月初3就爆发有名的大巴尼事件，国号做西拉安事件，用酷令来做执政的余清芳，用台南厅西拉安来做根据点，推动革命。这当时日本的警察布线真严密，事先知影了后就进行抓人，革命党来偷袭台南厅大巴尼。今仔日的台南县玉井乡指定的南庄派出所，所以这个事件佫称作西拉安事件。余清芳用派出所来做攻击的对象，可见民众积怨真深，互日军拄着台以外，连走出去厝的外口的家属也袂当避免。后来，过来。拄啊上任的安东总督接到报告了后，随时就出动部队运来大炮进行包围战，对象有1000多名，伫所在的过程中间，用招降为名，命令纵队列队郊外，家己具体沟啊，日军就开枪，甲因拍甲因杀。迄个场景有亲像德国纳粹杀迄个犹太人一般同款的凶猛，真凶残。伊到底杀人，官方自然保密，咱外面的人就无知影，所以后人只有提起大巴尼事件，就拢真痛心。后来，这个事件主角余清芳公定罗准伫8月23先后拄到抓去，9月23执行死刑。同事件有被告1957名，互宣判死刑866名，有期徒刑453名。行政处分217名，人数真多，也意味着规模未小，暴露统治当局的失职。后来日本国会也针对台湾的当局处境失宜，
台人遐尼多议论纷纷，民政长官来电加急，也因为安尼落台，由知识性外汇资金局局长夏春龙伊担任在个借着大正天皇定大典进行大赦，宣布减刑，用这个来缓和民怨。事后，台湾统治当局下命令，大巴尼、南华、南西、左镇、大内等5个乡村，既然16岁以上的壮丁，拢爱用武士刀斩头。太过教教，教会内面有一寡信徒真惊吓，伊拜托巴结的牧师去甲迄个安东精美总督讲，阮遮的基督徒拢真安分守己，拢真洁身自爱，拢真奉公守法，无做遐歹代志，无做遐叛乱的代志。请你会当原谅阮。安东总督讲，既然美伫教会内拢毋刣，那教会外阮就要刣。来，过来。大巴尼事件了后，台南的西来岸结交的所有制等的人嘛死，所以事件了后，台南民间流传即款的口诀。余清芳，赶走丁仔卡王爷公无保庇，害死苏阿姊无仁义，害死丁仔哩教导游园的深深的流传这话。巴结的一生，伊对16岁开始，每年拢伫献身簿仔内面咧签名，拢无登记。对16岁到87岁，拢无登。伊的心智，通讲愈老愈坚持，实在是真可贵。伊通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5年，昭和10年10月初5，伊过身，享年87岁。伊安葬伫台南市三分的基督教公墓，因为我感觉讲，这外国人的温情，咱永远爱甲会记的安尼我当年台南新南院的奉献主日，我就拢会讲这段的故事。多谢咱大家，甲咱占真侪时间，真歹势。这时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记好牧者，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Jesus.
请坐。这时奉献，请事先同工。请起立。好，咱大家额头担心来祈祷，进来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阿乐你，阮的一切所有，拢是你的恩典，阮的财富、智慧、力量、机会，嘛是你的恩赐。阮伫遮拿金钱向我你，为你所用，来表达阮的感谢、敬意，求你接纳。咱大家担心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阿门。请坐。这是报告。第一项是本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奉献主日。咱欢迎谢文雄牧师来到咱公教会，代表南神来讲道甲报告。感谢谢牧师。第二项是小会怪异事项，请瑞林长老来报告。兄弟姊妹平安。即时来报告3月7号小会决议的事项。第一点，预定伫6月28号，咱要召开临时的会员互会，来拣选赖祥明牧师做咱的第9任的牧师。第二点，同意8楼2台电视的壁挂架的采购案。第三点，5月圣灵降临节。要邀请咱本堂要邀请戴良柱牧师主理2堂的培灵主日。华语礼拜伊咧中间有做异地的祈祷，咱台语甲华语拢有圣性的教导。以上。好，我继续报告。第三项是温度培育组要举办的即个台湾领袖的高峰会，伫即礼拜六就要开始举行啊，也阁会当报名，所以有兴趣要参加的兄弟嘛，阁会当来报名，会使用这个 QR code 也是干事来报名拢会使。若是本会会员有补助1000块。第四项是咱基要真理班伫即礼拜主日开始上课，连续7个主日拢有排课程，时间是
晡的12点半到2点，伫6楼601上课。请有要上课的兄弟会当来干事报名。第5项是本会甲台湾神学院做伙来举办的即个神学课程，返璞归真的基督徒助人者。即个课程有分2个阶段，请时间请兄弟会当参考即个周报。共款嘛，有要报名会当找即个干事来报名。本会会员有补助700块。报告第6点，团导组要伫4月19日下晡2点来举办今年第1遍的洗手爱无限的即个活动。请即个活动是要互咱也未信主，所以也未信主的朋友，所以咱兄弟会当想看卖，咱伫咱身边有亲情还是朋友，你有想要邀请因来参加教会即个活动，洗手爱无限，会当开始来为即项代志来祈祷。嘛会当，若是讲有接受你的邀请，会当来找一个玉山干事报名。第7点是咱受难周甲国乐节的活动的安排。大家当看周报吼，伫咱3月22号，就是后礼拜吼，后礼拜主日下晡1点半。伫咱成德宫即个岛屿天光即个所在有举办一个活动，即个活动就会当应该是会唱一寡诗歌啦，互少年人就是在座各位哦，会当来参加吼，若有兴趣拢会当去看卖。3月29号，会组织即个主日学美比谷的花式美比谷嘛是为伫同一个所在来举行。4月初2拜4暗时7点是咱公园教会的即个圣餐礼拜。隔天的4月初3拜5下暝7点半伫圣德教会是圣德中会的即个圣餐礼拜。4月初5就是咱公园教会的即个国乐节的联合礼拜，请兄弟当安排这个时间。第8项是，若有需要2025年的奉献的证明的，会当伫1楼的即个1楼有一个登记的表，会当伫遐登记。第9项即个圣餐的人数，请兄弟参考。最后一项第10项是，咱公园教会设立70周年的即个纪念册。有事工的团队也是团客小组，请伫即个月底将即个纪念册的文章会当交互罗牧师。若是个人也是家庭的见证，嘛会当交互即个春美长老。好，以上报告。过来有要欢迎。新朋友，第一位是咱吕两富先生来，伊是咱春菊执事的父亲，已经90岁啊，真欢迎你做伙来聚会。还有是这是黄歌鹏吗？歌鹏有在吗？然后还有陈彦斗，欢迎。好，还有这个是同行的是刘秀曼姐妹，欢迎一起。那还有是春菊执事的家人有，除了爸爸之外，好像弟弟也有来，是在后面，大家欢迎一下。好，欢迎，很高兴看到各位。好，
即马咱来吟祝福车欠的诗歌，成诗396首，等下要刷回求主赐福，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线请谢牧师教导。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咱众人三甲一地，对这点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避讳。